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疗效，台语安尼写疗效，疗效就是单薄、不牢靠、貌不起眼、不够看、无大方、无大办的意思。这壁图遐大片，挂甲这幅图这细白，看起来真疗效。这盒礼盒遐尔细盒，要去人家拜访做伴手，敢会伤疗效？你做这个鸡仔伤疗效，物件放济放重都会放弃。疗效的疗，偷工减料。地动这小块摇一个厝就倒去，原来是偷工减料。做代志偷工减料，早晚防看破卡手。若做生意偷工减料，欺骗顾客，甲人占便宜，台语讲好凊头，或者是假凊头，或者是偷凊头。这个头家无实在，会甲人客好凊头，无怪人客糟了了。继续讲疗效的疗，稳疗专将。大树骹迄搭的蚵嗲，因的稳疗比蚵嗲较出名。大疗干货。台北大稻埕的老家，四界拢会使看到各种卖大料的店头，好料的、好料的，行哦，来去哦，有人要请来去食一顿好料的。继续来讲日文汉字这两字，无料、无料。料理的日语是钱的意思，所以无料就是免钱。到日本，若看到无料 WiFi， 就是会使免费上网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疗效实在真趣味。